好，來繼續來看新北市三甲的樟之國烘肉區，昨下晡有消防員去予民眾拍。這個民眾當時是甲耳孔無聽到的朋友參加着公司烘肉的活動，講朋友要去深水區耍水，消防員為着安全，甲擋叫伊莫去。結果，這個有啉酒的民眾抓準朋友互欺負，怎啊出手來拍消防員，甲人拍卡，這個喙皮甲手骨攏受傷，互警方移送法辦。周末耍水區人吵，淹過環頂的布棚區無平靜。一個查甫人出拳共木對面的人摔倒在地，伊是一個消防員。人員阻擋聾啞人士越過警戒繩，聾啞人士沒聽到嘛？他喊了好幾聲，他都沒有回應他。那結果就被他朋友看到之後，以為是他在欺負那個聾啞人士。代志發生在昨下晡2點外，新北三甲的禪師宮出手共拍的是一個49歲姓謝查甫人，當時甲公司的同仁家屬做伙出去佚佗烘肉耍水，淹過這個聽眾的朋友不屑入去深水區，消防人員要甲苦勸，淹過這個姓謝的查甫人，當作講因朋友被欺負，出手共拍，造成消防人員面甲手骨攏有著傷。實際重回事發現場，可以看到確實有一條警戒線分離出淺水區跟深水區。當時警消將民眾勸離，因為深水區的前方就有一條相對湍急的小瀑布，可以說是相當危險。就算是平常時，以往未少鄉親來滴耍水，大家攏乖乖啊佇警戒範圍內，現場嘛有消防人員佇邊啊戒備，避免發生意外。是那個同學跟着來這裡支援我們的。如果他有跨越啊，在那個警戒區外游泳的話，是依發展觀光條例啊，處罰1到5萬塊這樣。天氣這熱，未少鄉親會去山區耍水，淹過消防人員提醒講，最近時常有熊變大雨，也是有西北風下水會漲大水，咱鄉親一定要配合勸離，避免發生溺水的意外。